大家好，我係崇南大叔啊。不如我哋今日講下糖尿病啊。雖然我對我自己啲醫學啊同營養知識咧都好有信心，不過一講到病咧，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情況。如果你哋真係要實踐嘅話咧，你哋可能就要同你哋自己嘅醫生啦、營養師商量一下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呢個糖尿病可唔可以逆轉啦。咁好多人咧以為糖尿病咧就唔可以逆轉嘅慢性病。一旦確診咧，就要終身喺度服藥嘅。但係其實根據最新嘅研究啦，透過科學嘅飲食啦、運動啦、生活嘅調節咧，其實我哋發覺咧有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咧係可以逆轉病情嘅，甚至可以減少用藥。咁我見證過好多病患者咧，透過正確嘅飲食方法啦，成功可以降低到個糖化血色素，即係 HbA1c 啦，改善呢個胰島素抗阻。咁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下，咁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你而家係患緊糖尿病逆轉糖尿病？叫糖尿病逆轉或者叫逆轉糖尿病咧，其實唔係所有嘅糖尿病都可以逆轉嘅。咁其實咧，我諗有個臨床定義啦。如果完全緩解嘅，即係停藥之後個糖化血色素咧可以 HbA1c 細過6.5%咧，持續一年咧，咁我哋叫完全緩解啦。部分緩解咧嘅意思係咧，停藥之後個 HbA1c 咧大約達到去6.5至7.0咧，咁而且冇呢個高血糖嘅症狀咧，我哋就叫做部分緩解咗。老老實實咧，唔係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可以逆轉糖尿病嘅。不過以下嘅人咧，逆轉嘅機會咧就會比較大啦。如果你屬於第二類病患者啦，尤其是係肥胖啦，病情少於5年咧，呢班人咧係好容易有機會透過減肥啦，提高自己嘅胰島素敏感度啦，咁令到個糖尿病得到舒緩嘅。咁另外，如果個前期糖尿病患者咧都係效果更佳。如果你發覺你個空腹血糖比較偏高嘅時候咧，你透過我以下做嘅嘢咧，你有機會咧令到自己個血糖咧去翻一個正常嘅位置。但係要記住，如果你係一型糖尿病咧，因為你嘅胰島素細胞受到破壞，暫時係無法逆轉一型糖尿病嘅。重點一，降低碳水化合物，但唔係完全唔食。咁咧，見到營養師啦，如果你有糖尿病咧，咁佢哋就可能會教你一個叫碳水化合物計數法嘅嘢啦。咁呢一個係糖尿病患者咧制定一啲飲食嘅計劃，佢哋覺得係一種簡單咧有效嘅計數法嚟嘅。咁佢通常會算你一日正餐啦，同埋即係做點心之中嘅碳水化合物啦。基本上咧以15g 為一個單位啦，跟住透過食物嘅互換啦，跟住咧就計好每一日要食幾多個碳水化合物嘅總和。呢幅圖咧喺香港糖尿聯會嗰度網頁度 download 落嚟嘅，你會見到咧佢哋會叫糖尿病患者食粥啦、飯啦、潮州粥啦、米粉啦、通粉啦。其實呢啲咧，我哋講得所有嘅嘢咧，都係叫做精緻澱粉質。其實喺現代嘅營養學啊或者醫學嚟講咧，呢一紮其實對糖尿病患者嘅升糖啊或者血糖控制咧，其實唔係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，反而係會令到嗰個血糖咧波動得好犀利。過量嘅碳水咧會刺激血糖飆升啦，加重咗胰島素抗阻啦。咁但係如果太低嘅碳水咧，都會影響我哋新陳代謝嘅。咁我哋點做先好咧？首先我哋要揀一個叫低 GI 碳水嘅嘢食物啦，譬如糙米啦、燕麥啦、地瓜啦，即係番薯啦，取代我哋食嘅白飯啦、麵包啦。另外就控制每一餐嘅份量，希望每一餐嘅碳水化合物咧都唔好超過一碗飯嘅份量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最好就要搭配一啲叫高纖維啦同高蛋白質，譬如蔬菜啊、肉咧，去減緩個糖嘅吸收。重點二，其實我哋要諗辦法改善我哋胰島素嘅敏感度啦。其實咧，飲食策略係其中一個啦。首先我哋要揀啱啲低 GI 值嘅碳水化合物啦。頭先講過糙米啦、藜麥啦、燕麥啦，呢啲取代白飯啦、白麵包啦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可以揾一啲叫高強抗性嘅澱粉質，譬如凍咗嘅馬鈴薯啊、青香蕉啊，呢啲都可以幫到手嘅。另外每一餐咧，我哋要加膳食纖維啦、蛋白質啦同埋脂肪咧，呢啲都可以減緩我哋個血糖嘅波動嘅。好啦，第二，做運動啦。做運動其實包括阻力訓練同埋有氧運動啦。阻力訓練咧，其實喺增加每1公斤嘅肌肉嘅時候咧，可以提升大約10至12%嘅胰島素敏感性。
所以其實我哋好建議咧，你哋可能會做一啲叫全身嘅訓練啊，譬如深蹲啊、push up 啊嗰啲咁嘅情況啦。咁另外可以舉重啦，都可以令我哋嘅肌肉咧增強嘅。第三個就係生活形態嘅改變啦。呢幾年咧，我哋好興講嘅間歇性斷食啦，或者叫限時進食啊、16-8啊嗰啲咁嘅情況。其實呢啲機制用嚟做乜嘢咧？其實我哋因為長時間空腹嘅時候咧，身體裏邊胰島素咧就會處於一個低嘅水平。咁其實咧就間接令到我哋自己嘅身體咧對胰島素咧就會變得敏感咗。咁另外咧，我去呢一個方法咧，可以令到我哋身體裏邊嘅血糖啊比較平穩啦，同埋咧有機會咧將我哋身體裏邊嘅脂肪咧變翻做能量俾我哋用嘅。三個重點咧就係我哋要避免啲隱形糖嘅陷阱啦。有啲嘢看似健康，但其實裏邊咧含有好高嘅糖分。咁例如白麵包啦、白飯啦，另外就果汁啦，另外啲yogurt 啦，另外啲即沖嘅飲料啦，都要小心。其實我諗我哋要學識點樣睇下啲營養標籤啦，盡量避免啲添加糖啦。其實另一樣嘢咧就係水果啦。其實水果咧唔係同大家想象中一樣咁健康。其實水果喺好多人心目中咧都係一個健康嘅代名詞。但其實你哋有真係幾了解水果？其實佢個糖分啦、營養價值啊、幾時去攝取啊，其實可能同你哋嘅認知咧完全唔一樣嘅。高糖分嘅水果一定要控制啦，例如芒果啦、荔枝啦、榴蓮啦、葡萄啦。咁可能我遲啲有時間咧，我再開多一集講一講水果，究竟水果應該點樣食啦。最後咧，俾大家一個最後嘅 tips 啦。咁其實咧有一種叫做 carbohydrate last food order，即係其實將你嘅碳水化合物咧擺到最後。首先咧，每一餐應該食咗菜先啦，跟住就蛋白質，最後先至係碳水化合物嘅。呢個咁微小嘅改動咧，係有啲研究證明咧係可以令到你個血糖嘅波幅咧減低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去到呢度啦。咁記得 like、share 同 comment。同埋 subscribe 啊！如果你哋有咩問題，咁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，等我可以知道你哋想知道啲乜嘢問題啊！